人讲内行看布底，外行对网买。新北市立图书馆当日举办地方走读活动，要带大家行一逝碧花街布市啊，咱做伙来去看卖。伫大台北地区，若讲到要买布，一般人拢会想到大稻埕的永乐市场，但其实伫三重埔碧花街布市啊，要真侪布料通选择。就是种类比较多，然后那个也比较有特色一点，就是它各形各色的，然后各国的都有。对，有进口的，有台湾的，种类较多，然后选择性的多，然后它的价格上嘛，看适合一般的家庭主妇。新北市立图书馆三重东区分馆举办的走读活动，为碧华布街出发，透过解说实际拜访店家，和民众了解地方的历史发展。其实这边历史应该蛮丰富的，就像刚才老师有导览我们那个岛菜迷，然后其实我爸妈是台南移民来三重的，就是台南人也是一天到晚都在吃岛菜迷、岛强筋这种东西。布街细刷后一个地点来到三重埔的义天宫。义天宫是三重泸州居民的信仰中心之一。这间宫庙上特别的所在，就是有真侪猫仔。义天宫伊的特色就是伊有收留迄个流浪的猫仔，有互伊一个封号叫做猫庙。咱要互咱大家有一个读册的感觉，啊，就是用行的咱去散步，用散步的方式来了解咱地方的特色。为着推广阅读的多元性，新北市阅读节用展览、市集、走读等等的活动，和民众感受册本加生活关系。今年的走读活动规划30场的路线，包括自然生态、人文风情、加地方小店啊等等。望和民众用双脚进捌这片土地，深入了解各地头的历史人文。记者杨淑静、谢桂林，新北市报道。